我係卡文，係一位舒緩科專科護師。對我嚟講，每一個生命都係獨一無二，都係值得被關愛、被保護同被尊重。正因為呢個信念，喺20年前我就參加咗香港紅十字會，到世界各地做人道救援嘅工作。由04年嘅南亞海嘯、06年嘅肯尼亞水災、08年汶川地震、10年巴基斯坦水災，到14年西非伊波拉病毒爆發，每一次嘅經歷都好深刻。而上次去加沙喺戰地醫院工作，日日面對住大量嘅傷亡，嗰種無力感的確好沉重。呢次係我最痛心、最傷感嘅一次人道救援工作。而正正因為見到咁多嘅苦難，令我更加堅定自己嘅信念。天災人禍每一日都會不斷發生，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經歷緊我哋難以想像嘅痛苦。將來我希望可以再去加沙，唔單止喺前線幫手，仲可以參與培訓當地醫護人員嘅工作。我深信，只要我哋願意伸出援手，盡一分力，呢個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加美好。人道精神係作為人對生命嘅愛同尊重。